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宜兰的三星乡，当地红茶拿是这个樱桃鸭的故乡，因为有充足的饮泉水甲有机的沙质土，特别适合来饲这个樱桃鸭。农委会伫今年3月，嘛甲三星的这个红茶拿列为宜兰第17个休闲的农业区，所以当地推出着各种的鸭香料理，要互民众来感受一下樱桃鸭的魔力。幼落的刀工，甲樱桃鸭撩一片一片，油光的外皮金细细，让客看甲脆软口口的。肉非常的软嫩，那带有一点嚼劲，那它的皮呢也非常的酥脆。除了红鸭，还有三星仓樱桃鸭最胖，含鸭香好食点心。这好食樱桃鸭是为宜兰三星乡来的。囡仔跳舞足够水的，农委会今年3月，甲樱桃鸭的故乡宜兰三星红茶拿列做第17个农业区。将我们可爱健康的小鸭置放到我们的共生池塘。鸭米仔伫咧壳内底欢喜收水，红茶拿有真侪水，含排水性好的有机沙土，所在个看真适合饲鸭，这优势互三星成做樱桃鸭的故乡。樱桃鸭茶叶蛋吃起来甘甜，香味一级棒。三星乡的葱仔真有名，即马特产搁加一个樱桃鸭，农民真期待杀好食的料理，唔但希望互食变搁较热烈，嘛希望游客会当食到在地好滋味。